我上届敬重本党主席蔡总统，各位贵宾、各位先进同志，大家平安，大家恭喜，大家好。边袂当来参加今仔日的大会，我非常的歹势。透过新阳阁物语来讲几句话，也要拜托大家多多来我牵挂，来我包涵，来我指导。做一个党代表，我有讲话发言的权利，嘛有建言的权利，这嘛是我的义务。所以为着民主进步党要来继续着实执政，为着咱民主进步党伫咱年底9合1的选举，要来继续有好的成绩，为着咱2020年，咱要来继续完全执政，做一个党员，做一个党代表，我绝对爱先尽我的义务。而且要甲大家共同勉励，就是民主进步党既然叫做民主，就是多元，所以伫社会无共款的意见，拢总是正常的现象。所以，侪本土的社团要来推杀，侪的运动有无共款，对咱本土的指导，因毋是咱的敌人，拢总是咱的同志，咱会当斗阵做伙，继续来合作。为咱台湾，为着咱民主进步党做较侪、做较好的代志。当然，伫咱立法院个遐尼优秀，咱党团的先进同志，免怎互因会当有较好个人发挥的空间，甲表现的机会非常的重要。毋通变做一言堂，变做是一个正党的表决部队，这毋是好代志。共款。伫咱本党有遐尼侪基本的党员，几60万，大家遐尼有热情、有党魂、有党德，袂使互因来失去对咱本党的即个支持。我伫基层听到侪咱的先进同志对咱有无共款的指教，我相信因绝对毋是咧唱衰民主进步党，而是热爱我们的本党，大家非常的优秀，特别是亲像讲今仔日的选举中执评委，其实有竞争，这毋是歹代志，这是咱本党非常优良的传统。有竞争，毋是破坏团结，颠倒会当团结咱本党。当然，伫社会顶，咱也听到侪的声音，虽然讲咱非常的清楚。伫咱蔡总统、蔡政府的领导甲执政之下，咱做真侪改革，咱嘛做足侪的代志，各方面的数据嘛非常的漂亮。但是为什么咱的施政满意度袂讲偌好势？为什么还佫有侪人感觉无感，也要讲较粗的话，甚至有的人对咱本党袂爽？这就是咱的问题。咱绝对袂使用动机论来咧晓得对咱有无共款的意见，咱更加爱非常的谦卑，咱袂使自我感觉良好，面对问题，解决问题。我感觉讲，咱还佫有机会，伫年底，互你讲袂当超越2024年遐尼好的成绩来到天棚，咱一定爱倒来。所以年底免怎做好。少输为赢，这就是咱赢的策略。同款的道理，伫2020年立法委员甲总统的大选，咱要怎个继续完全执政？互你讲目前的调查有寡烦恼，但是咱绝对有机会过来逆转胜。做一个党员，做一个过去的中正同志。我绝对有义务，我绝对有这个责任，要甲大家共同来拍拼。我绝对袂放弃，希望讲咱主席，希望咱各位先进同志毋通放弃最后要来祝福咱今仔日的大会会当顺利圆满成功，各位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多谢，多谢，谢谢。